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您收看9月21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以色列的军方伫9月20的时阵来表示讲，针对黎巴嫩的南部已经发动空袭，即马已经甲真主党的指挥官阿基尔甲10位高阶人物拢甲拍互死啊！黎巴嫩的卫生部是来指出讲，即届的空袭拢总是有2栋建筑物倒去，有14个人死亡，66个人受伤。因那联合国是来呼吁双方千万爱有暂停。唔通互局势伤过恶化。救援人员规暝抢救受困的民众。以色列20空袭黎巴嫩南部港区的达西耶，互能够冲突进一步升悬。以色列军方表示，这波行动大使真主党指挥官阿基尔甲差不多10个高阶人物。מוקדם יותר היום צה"ל תקף בביירות באופן ממוקד וחיסל את ראש מערך המבצעים של ארגון הטרור חיזבאללה, אברהים עקיל. יחד איתו את שרשרת הפיקוד הבכירה של כוח רדואן. הם התכנסו מתחת לאדמה, מתחת לבניין מגורים. 黎巴嫩卫生部指出，这场空袭造成2栋建筑物倒去，有10多人死亡，也有数十人受伤。被弹是真主党指挥官阿基尔1980年代加入真主党，是造成1983年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爆炸案主要人员，造成63人死亡。今年佮攻击美国海军陆战队辖区，造成241人死亡。美国要发出700万美金来追捕。不过，黎巴嫩最近拄到呼救器这电子装置爆炸事件，加上最近以色列军队猛烈空袭，黎巴嫩民众对国家未来感觉烦恼，不过无得惊。احنا ما بنخاف بس نحن بدنا حل، نحن ما فينا نكمل بهذا البلد هيك، ما فينا نجي نقول اليوم عارفين شو بده يصير، ما حدا عارف شو بده يصير، الوضع ما بيطمن، بس نحن مش خايفين غير على المستقبل، خايفين شو بده يصير بالمستقبل。因以色列空军空袭之后，黎巴嫩也对以色列发射真一条火箭报复，不过大部分互天空防空系统拿炸，依然谴责以色列发动空袭，互因自作的真主党指挥官等高层死亡。联合国也感觉真烦恼，爱各方保持上大限制集集。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今仔日还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呢？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自由时报联合国大会总辩论9月24举行，咱9月友邦写配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希望联合国会当看重第28号的决议，是互中国错误解读，提出卖影响台湾人参访联合国等3项诉求。咱的外交部感谢友邦，嘛呼吁国际会当来共同反制中国的讲法。中国时报中信金9月20开董事会正式提出新公金的并购案，即摆出手，互台新金甲换股的比例抢悬，所落来市场的焦点就等要看10月初9台新金新公金的合并案敢会当通过。联合报台北市前市长郭文德伫任内推动北投树林科技园区开发案惹出争议，廉政署约谈承办的科长要理清敢有道理。议会调查小组认定讲，郭市府推动这个案件是有雕工放领招标的标准，会阁开大会来讨论，若准通过，就会送监察院甲检察来调查。好，咱拢知影讲，这死刑是刑法的主刑之一，也毋过法院这4档来是无判过死刑，37个死刑犯就来主张，这个死刑是侵害因的性命权，声称实现。昨呢，这个宪法法庭宣判死刑是有带条件的合宪，也就是讲必须爱情节上严重，符合刑事庭事要求，才会当甲判死刑。另外，这个个案救济部分，37个死刑犯。在符合判决的意志之下，是拢会当提出非常上诉。排队排甲落落长，拢是听判的民众。法庭坐甲满满，行政方的律师、法务部的官员嘛，拢接力出现。佮一摆做伙伫遮，都是为着死刑犯释宪的申请，要伫宪法法庭来判决，挑战死刑的准废。国内敢有要废死无？即马答案已经出来。选择死刑作为最重本刑，目的在此行为人承担相对应之罪责。责任公正应报及遏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于目前仍为特别重要之公共利益，目的上属合宪。即摆判决是包括普通杀人、强制性交杀人、强盗杀人和绑票杀人。虽然讲大法官是认定合宪，但宪法法庭嘛强调，伫判决死刑进前，毋但必须确认犯罪的情形有够上严重，而且要用上严密的定数，等于是大法限缩死刑适用的范围。
它的立法目的要追求特别重要的公共利益，它所采取的制裁手段，也就是死刑，要是达成目的所不可或缺最小的侵害手段，除了受到宪法的实体保障外，也应该受到与其相称的最高度程序保障。就算是判合宪，却是有条件的。尤其伫定处上设一站搁一站的限制，对侦查的初期、警方精神的阶段、强制律师的辩护，搁及法院的审理，判死嘛爱合议定的法官一致决。官司若到第三审，除了要求强制辩护嘛，一定爱有言辞辩论。关键辩当搁有精神障碍，也是心智缺陷的，拢总禁止判死。这嘛，互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者的法规必须要修正。大法官最后的选择是他做一个线索的解释。那不过严格来说，我并没有特别看得出来大法官有太多的线索啦。从大方向看起来，邱和顺的部分应该是大法官所指出来，应该要检察总长应该要提出非常上诉的案件之一，我们会再提起非常上诉。全台湾37个死刑犯甲担当还未执行，照即摆的意志，所有人都会当请求检察总长来提出非常上诉。但是特别明定犯南投连续杀人案的林依如和死刑犯沈基武、林旺仁涉及精神障碍，司法进程禁止签决。宪法法庭的判决结果，本部尽表尊重。其中涉及修法的部分，本部将迅速进行检讨。其中，按照本判决意旨，目前并没有释放人犯的问题。这个检嘛发声明讲，就算死刑犯无提出非常上诉，嘛会主动一案一案去阅览，去判断各案敢会当救济。就是讲死刑的执行同款是无时间表，各来死刑的争议永远都是一个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的是，央行提出第7届房市的信用管制措施。行政院长戴荣泰是表示讲，这新的政策就是要来压制炒房。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这个央行出手遮尔重，会去影响到民众小间换大间，也是讲旧厝换新厝的计划。除了是无宽限期以外，这贷款的趴数也变少，等于讲自备款就要加款挂，这经济压力自然就变大。想要换厝的民众脚步可能暂时爱较慢啊。央行19是提出第7波的房市信用管制措施，房地则是史上上严的拍房政策。但是有专家认为讲，想要细间换大间，还是旧厝换新厝的，会第一个受影响。不容易有那么多现金，是房价跑的速度高于薪水多太多了。民众压力这么大，不是无原因的，因为这波拍房的政策，除了互换厝族是面对无宽限期，只好对较早的先买再个买，改做先买再个买。有真侪间厝的民众，若是要买预售厝，加上最近要交厝贷款，若全台湾贷款的成数是降到5成，嘛要加传自备款。另外，若是债务体质无遐尼好嘅中小型建商，恐惊就要面对金额周转有限，和无遐尼好贷款。我必须强调，不是打房，是打炒房。面对厝贷款缩甲真严，有专家建议讲，换厝族会当甲自备款要较悬。伫找银行贷款的时阵，上好是加找几间，也是延长交厝的时间。但整体嘛是要卖方同意。现在去做换屋可能会面临到一些融资上的风险，所以可能现在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换屋时机。有专家认为讲，央行拍房的力量这么大，恐惊互投资客和换厝族会惊到。按算今年第4季房市的买气可能会转较收，对政策的副作用，央行会密切来注意，无排除看时机做一寡排除条款。记者综合报道。又搁发生台铁员工互旅客攻击的事件，这是发生伫花莲运务段的罗东站，有一个站员呢，昨下晡的时阵，伫检票的所在，互旅客甲电暗棍。台铁是表示讲，因为这个旅客伊牵脚踏车要来坐台铁，也毋过车票买唔到，不满互人主动转出手攻击。老翁认为站员刁难他才没搭上车，气得用牵车冲撞及出手攻击站员。铁路警察局呼吁民众搭乘公众运输系统需遵守相关规定，否则运输业者有权拒绝搭乘运送。台铁员工讲，咧检票的时阵，有旅客牵脚踏车想要坐区间车，台铁请伊买脚踏车的车票，结果这个旅客煞买副将车，这个受气都甲站务员的电暗棍。即马台铁已经甲铁路警察来报案，台铁公司是来谴责这个旅客无够理性，讲会协助提告。另外，也会检讨这个车站安全的措施，来提升上班环境的安全性。
再来看宜兰的罗东有一间越南的小食店，最近爆出有民众咧食落到地会走腹、吐、佮发烧的情形，可能就是食物中毒的这个群聚的案件。到今已经有32个人来通报。卫生局是表示讲，初步调查了后，发现这个业者是有甲青的甲色的这个食材染做伙的问题，所以即马已经下令停业，启动调查。这间卖越南料理的店头，铁门是拢套落来，暂时停业。因为为10号开始，就连续传出有民众去食饭了后，出现吐、甲流，还有发烧等等的症状，那像是食物中毒的群聚案件。刚才去医生看了后，拢已经倒去处理休困。稽查的部分其实有一些的缺失，环境上的缺失。我们除了开立一些宪改的部分，同时我们勒令这个业者停业。宜兰县卫生局初步去这间在罗东的店头调查。发现业者青甲色的食材并无分开管理，山汤嘛无完全惹到，有的食材放伫涂骹等等的缺失，需要求业者都要停业，启动调查，要来了解民众食物中毒真正的原因。因为有听说，不知道是不是生菜的问题。觉得不是很好。环境怎么样？环境卫生？环境是出来的东西是蛮干净的啦，但是它很多调料都需要你自己去加。附近的民众表示。有听讲，那像是这间店，因的车菜出问题，不过真正的原因要是要等调查的结果。另外，有去这间店食饭的民众讲，伊捌伫遐食猪肉河粉、甲青木瓜沙拉等等，嘛有出现落舌的情形。猪肉汤，对，猪肉河粉，然后越南煎饼，还有一个青木瓜沙拉。我们自己是比较怀疑青木瓜沙拉啦，但是就是检疫查也还没出来。因为这间店有伫人并且发广告，甲消费者回失礼，嘛强调讲绝对袂会提责任，请人客甲就医的收据留掉咧，后续医疗的给付，甲赔偿相关的代志一定会来负责。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迄天，伫台东的部落发生12个人食传统料理煞食物中毒，有3个人死亡的事件。即马是药署伫检体，也佫有8个个案的会内底去验到农药，也就是托福熊。昨下晡，卫福部是来表示讲，遮有含农药的食材内底是以台亚的浓度上介悬。是安怎这个农药会出现伫台亚藏内底咧？即马法务部是派出4个法医去到台东来验尸，要厘清真相。台东县金峰乡滨河部落10被传出12人食传统鹿梨阿拜了后，集体食物中毒昏迷送医，其中3人死亡。台东县卫生局迄一天将村的食物检体甲8个案回应，分送受数代代甲8人进行初步检验，结果拢验出极度农药托福松。迄时阵真侪人咧药是鹿梨造成，暗过20下晡，卫福部进一步公布，检验食物当中的台亚类硝猪肉鹿梨得损结果，台亚验出每公斤有405毫克浓度上悬，比过去验出其他市面上食物有农药含量也佫悬出真多。发现小米的浓度是异常的高，是在405个 ppm。那里面的内液，因为这个是在蒸煮的熟食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有扩散到内液，那内液也浓度也蛮高的。药署强调，已经化验检体当中的410项农药残留，并无发现其他农药。暗过伫台东为台亚业者讲，台亚是汉族的农作物，国内种台亚拢被用农药。第一摆听讲，台亚有极多农药残留。因遐互咧种，惊鸟啊尔，唔惊讲这虫，唔惊虫咬啦。无咧用农药啦吼，几乎无啦。卫福部目前继续针对台东县送来第2批检体，搁做化验，呼吁大家唔通惊吓。暗过托福中农药乃伫阿拜内底咧，法务部20早起派4名法医到台东解剖死亡的3具尸体。新社调向刑安侦办台东地检署表示，一旦法医检验结果出来，将进一步判断。检察官在处理这件案件上，是没有放过任何的证据资料。那么在连续的2天的时间，我们都持续到现场来搜证。这只阿拜12人集体中毒事件，有3人死亡，另外9个病人。目前病院统计有3人出院，3个转一般病房，也有3个医院伫监护病房稳定治疗。台东县卫生局表示，目前已经将相关的检体甲事情送检调单位调查真相。记者综合报道。野球是台湾一项正热门的运动。台南市文化局是趁举办台语季的活动，参在地统一赛棒球队来合作，找名册用台语来播送，佮有台语的金曲歌王来唱歌，要互乡亲来感受台语球场迷人的所在。咱来
绍一个哦，头一个咧就是第一番时代活动，14号区志庭。本届拢演戏兼主持的名车，这回来到野球场用全台语来念球员的名。台南市文化局为着要甲台语恢复较早光景，因头摆参在地野球队统一赛合作，那伫球场用台语播送，佮兼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连续唱3首台语歌，互人听甲耳啊啪啪啪。这民众专工来感受无共的球赛体验。咱运动内底有足侪足水的台语留伫咱棒球内底，像讲足侪外台语，嘛感觉讲，若会使用台语来去推广运动，还是用运动来推广台语，这互相会使配合的代志，我感觉真赞。其实淡薄紧张啦，因为全部要讲台语嘛，是想讲你个名有淡薄仔歹念啊，不过我有练习咯。文化局指出，较早伫野球场听到台语是真世常的代志。过去因为咱捌互日本统治过，致使野球内面有袂少外来语，不过后来有一寡思虑就豆豆失去。即阵大家搁拼死甲捡倒转来。金曲歌王谢明佑指出，咱即摆讲的是台语，参闽南语已经无相像啊。阮伫咧南部咧拍野球，到即马为止拢是台语，无足歹念。台语和闽南语无共款，就是讲福建话的泉州话、漳州话来到台湾，其实因为足侪外来语揽入去，台湾的讲法已经和迄当阵的福建话无相共款啦，所以阮毋才讲即马，你讲咱讲的是台语。已经唔是闽南语啊！伫安尼真侪日常的生活内面，你来棒球场、来野球场，你嘛当是一个让听到台语的环境。讲台语当时行，今年台南台语会活动，甲运动结合保语，互大家通伫生活中学习。统一赛指出，近来因嘛有摕台语歌来改编做因的应援歌，因希望未来这会当成做西队其中一个应援文化。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9月第3礼拜是全国古迹日，中华县文化局今年是以中华的妈祖信仰来做主题，举办系列的活动。其中文史讲堂是来邀请到文史的工作者温宗翰，对文化资产保存的角度来探讨妈祖的信仰，希望民众除了拜拜，可以当知影信仰的文化价值。中部地区会使讲是台湾妈祖信仰的重镇。统计到2020年底，中华甲台中登录的民俗文化资产计共有15笔，其中专门属于妈祖信仰的仪式就12笔。今年的全国古迹日活动，中华县文化局就邀请文史工作者温宗翰，为文化资产保存维护的角度来探讨中华妈祖信仰。咱台湾的伫2005年开始嘛配合着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策动着无形文化资产。这个部分呢，咱本港进香也是讲妈祖婆的信仰文化呢，这拢是伫属于目前的无形文化资产内底的这个民俗文化资产。南庙宫往本港进香是清代台湾规模上大的进香活动，起王炉、祭桥买路、撩溪这个仪式，拢真有地方特色。更有健全的妈祖会信仰组织，是真有代表性的妈祖活动之一。这妈祖的南庙宫是中华足有名的所在嘛是阮足重要的文化资产即季有这足好的演讲，所以我就特别为台北来参加安尼。真个少年的有可能往别个所在去参加希望少年会使倒来参加有历史介久的中华妈的这个进香的保存。温宗翰表示，民俗其实就是咱的日常生活，希望透过演讲分享，让大家知影民间信仰的历史背景、民俗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各界拢有文化资产保存的概念。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旧历大地震来到今年已经是第25年啊！国家防灾日的演练总是伫个嘉义县来举办，总统赖清德是亲身去到嘉义县的上河国小甲高强南院来了解面对地震的时阵，相关单位这个救灾的工作到底是要安怎来进行？希望透过这个演练的成果，会当加强未来防灾工作意识。就今收到地震紧急警报的信息，各小的学生囡仔按照老师的指示，来到学校的运动场进行国家防灾日的动员演练。学校人员嘛按照流程一步一步来进行相关的工作。这种是考验，就是讲有的是过去咱无注意到，即马甲咱讲，咱会去特别去注意。过来就是种练习，互囡仔知影讲原来咱若要避免危险，咱来做啥物动作，才是甲咱保护家己。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
先趴下，然后掩护稳住，等到哨声再赶快跑出去，然后要在中央草皮集合。就是爱拍伫倒仔的下骹，手爱画好。地动结束的时阵，爱走来外口。今年的国家防灾日动员演练伫9月20举行，今年选到嘉义县伫故宫南面甲上河各小来举办。总统赖清德嘛专感热闹来参加。总统表示，这届演练除了中央地方军方甲民间团体动员成千人演练，也邀请日本、美国等9个国家的救灾人员甲驻台代表来观摩参加。澳门透过国际合作，加强救灾的应变能力。防灾工作必须不断进步，绝对不能够停滞不前。政府将持续努力，透过运用新科技，打造公私协力的网路，并且跟国际社会密切合作，来强化整体社会的防卫韧性。嘉义县政府指出，嘉义地区有地动的崩塌、救灾应变能力甲防灾的观念，拢要为平常时就开始培养。这届国家级的演练模拟地动的灾害，伫嘉义县举办，对各单位来讲，拢是一个真难得的合适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今年这花莲4控3的大地震是有真侪大楼倒去，拢总有18个人死亡。刷落来这地震尾，还阁有1000多界交通嘛断暂，甚至经济嘛受到真严重的损伤。这店家是拢头壳摸咧烧。原来今仔日嘛是921大地震25周年的日子。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袂忘，特别来带大家来看花莲人对着这款的困境到底是安怎应变，也来看地震予咱的启示。2024年4月初3，花莲大地震，地震尾烧煞来，车路断暂，观光受损长。真侪游客对花莲的安全无信心。根据花莲县政府的推估，今年观光的损失恐惊会超过150亿。面对无法度预测的天灾，地震了后，花莲人重新整理不安的心情，找方法重新出发。亲像伫凤林的青年培力工作站，应该在地点头斗3工，度过这届难关。观光客袂来啊嘛，你变要去拉拢这原本的消费者，所以希望讲，透过政府的计划，会让辅导伊讲做冷冻食品，甲物件消费外地，透过这冷链的系统，甲物件卖出，维持家己的家业，会当有一个经济。地震地属苏花公路甲中华公路受损长，道路久嘛无限期封山，加在花莲的范围是不辽阔。亲像现此时，伫花莲的南部是较无受影响，在地有丰富的族群文化，透过地方建学的方式，无得靠会当成人客换一种旅游的方式来这行达。好，那我们就顺着走过来。所以我们要踩的就是有绿色的这一段。它4大族群其实是蛮平均分配的，那有每个地方你可能隔了一条线，它就是一个崭新的不同的一个文化。花莲挖山挖海。坐船出海佚佗嘛是袂歹的选择。有船公司提供台语的船帮，3点钟的行程会当看海岸、看海底，嘛看地震了后清水大山的模样。因为动物比咱较敏感，这是毋是一定灾害一定过去啊？因比咱搁较知影。地震了去一寡店家也是这，我感觉嘛是算小可做小可的斗3工花莲的一种方式。对在地经营者来讲，4月份的地震造成的伤害，是比过去疫情这3年更较吃力。面对未来中建之路，伫后山生活的人心内夭寿毋忘，相信地震过了后，花莲会豆豆啊愈来愈好。记者吴天武、林建如，花莲采访报道。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甲低气压带的影响，今仔日在台湾北部、南部、东南部甲平湖是会落底渐阵雨，着要注意这雨可能会落加较粗。其他的所在无落雨的时阵是会感觉真翕热，也毋过过到了后，着要来注意西北雨的情形。下暗开始，基隆北海岸、南部甲东南部着要注意大水雨咯。那今日这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27度到33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27
度到32度。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